今仔日嘛是莫纳克皇太满10年的日子，蔡总统专工来屏东参加莫纳克10周年的纪念会。另外，针对着透早的地动，甲马上要到位的皇太，蔡总统讲，政府各部门拢已经来进入着警戒的状态。蔡总统到屏东来到莫纳克洪灾10周年纪念特典发表会现场。24张说实水的影片，把它做出来之后，慢慢谈到希望升级。蔡总统的表情严肃，因为10当前的莫纳克洪灾，根据官方的统计，总共681个人死亡，18个人失踪。满10周年这天，伊的心情难免震荡。我们要回顾重建走过的路，感念每一个用心付出的朋友。同时，因应极端气候的威胁，我们更要汲取教训，全面来提升台湾防灾的设计。10当了的8月初8，老强度风台利奇马，宜兰嘛发生类似规模6.0的地震。蔡总统会后表示，各部门拢已经进入警戒状态。行政院所主导的所有的防灾救灾的机制也全部都启动好，那我们的机器设备还有我们的国军都已经准备完成，随时待命来救援。另外，蔡总统刷来，阁要继续视察几个灾区，了解目前灾民的生活以及灾区的建设状况，用实际行动关心灾民。